谈艺术的窗口，评谈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篇来上山内逢，追不起相逢，是你朋友大家好。在前几季的名家名篇当中，我们先后介绍了3位女演员的流派唱腔分别是朱雪琴的情调、徐丽仙的丽调，还有邢燕之的燕之调。那么在今天第15期名家名篇当中，我们将继续为你介绍另外一位弹词女演员侯丽君以及她创造的侯调。讲起侯丽君来说呢，大家侪是非常的熟悉，伊是后台的唱书人，让平台家的影响很大。不过王亮你还晓得侯丽君曾经还有一个名字？哦，她还有一个名字啊？那倒不太清楚，是不是给我们透露一下？为大家介绍一下侯丽君呢，原来的艺名叫钱灵仙。钱灵仙。对，不过这个是李全社会活艺的艺名。侯丽君呢，你是常熟人，这辰光因为屋里向穷，所以到世界杯活艺，自从陈亚仙，所以起名就叫钱灵仙。那么一旦参加至世界杯的演出。但是呢，1941年呢，因无法承受世界杯杯主的虐待呢，所以离开至世界杯。一同呢，就是不演出的。一直到1950年之后呢，到徐金芳拼上当演出陆金书，所以用现在的名字叫侯丽君。原来侯丽君原来的艺名叫钱灵仙。对。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评弹观众只知道侯丽君的大名因为她的这个流派唱腔又是创始人嘛所以创造了观众熟悉的侯调，所以这个名字呢非常耳熟能详。对，那么侯调的诞生呢，根据侯丽君自家讲，是到中乐团拼弹期间呢，因为中乐团呢首唱这样的，为了是男女同调，那么后的唱腔呢，也让这样的基础上向上下完善，因而唱腔呢得以发展。后来呢，也吸收了原调以及京剧单国的唱腔，并根据自家的声音条件，所以唱上至后调。后调的特点节奏舒服，口腔起伏婉转，很适合表演女性哀怨、凄苦、悲痛、垂死等等的感情。确实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当中，他的侯调也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完善。那如今已经成为了许多评弹女演员竞相学唱的曲调。侯调的代表作品有《英台哭灵》还有《貂蝉》等等。那侯调的传人中，佼佼者当属他的女儿侯小丽还有儿媳唐文丽了。对。那下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侯丽君、侯小丽、唐文丽联袂弹唱的弹词开篇《貂蝉》。
下
好，刚才我们欣赏了侯丽君的代表作品《貂蝉》。侯丽君是一位弹词的女下手。那一般女下手我知道哈，除了要有靓丽的台风气之外呢，还要有娴熟的弹唱。而像她不仅如此，而且还创造出了自己的流派唱腔，真的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相当不容易了哈。所以难怪令我们评弹观众刮目相看，如痴如醉。侯丽君弹唱的主要的唱片数目呢，是唱片台是6金首。那么50、60年代，你是打徐金芳来弹唱搿部唱片的。从70、80年代开始，你就带着2个学生子沈世娟和唐文丽3个人呢联袂弹唱搿部唱片。从搿个辰光开始，你就从下水的职位啊，反倒改到上水位置来着。所以也要求你个角色的转换，要求的不同，也体现了侯丽君非凡的艺术功底。侯丽君的学生子啊，其实蛮多的。像潘丽云、蔡三曲，搿些著名的演员呢，侪是你的学生子，可见侯丽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没错。好了，下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侯丽君、蔡小娟在我们苏州电视书厂开办初期录制的长篇弹词《落金扇选回·脱梅》。啊，在兄，先人之家，一里年。哎呦，把载把载，呵，谁家来不往非礼，再跟我分到你怀里了。那么难不口口，天也刚吃凉，我现在也起身，衣裳才分真厉害，这爸妈不真，朋友之狗哩。谁知嘛？想得到富贵在兄弟，这个来你会送来发人错的，脾气都不得了。今朝看来人错啊，嘿，肯定啥个事情了嘿。是此嘛亲柔，刚入了身体头顶，等到头顶我来，有2个动物，一个叫生气，一个叫生王，孙狗乡你们旁边一个，生在亲啊，今年23岁。这个人不公民的身浪向，别个还是个水神，小姐们你口破公民，不愿意维护，但是文采好得不得了，而且个人相当风气，欢喜寻开心，说闲话，人在起光临书记，还有啥个怪个？哎呀，在兄，不应随呗，在小的告去，我们这也请节在。眼光得好了还问，昨日来了3号去吧，马费被1万人口，还不是10101，还不是具体举不提的举。我就等我啊，这是悠悠生死的。哦，这个手而已。是。怎么了哈？我得是几许话。科技流浪一只门，这只门我上次200几个位的飞的，不是的，不都贴到这龟头上去噻。龟头，啥事体啊？龟头啊？搿么啥事体了？呀，那是一位非色女子。哦，原来是什么个例子？哎呀，等我手啥的，在兄。我是月里
么懂得。月里上哦，这个一位别吃个谢家，是。给人家谢家别吃么？当你上个大家呢？哪个大家家？你一副不知。各位谢家神不识字不呢？是。只瓜仔，你来了老大家。我的白马飞呗。怎么来了我对了？是啊。谢家呢？在中立之上。谢家了流浪，你了我对，那还神发着？可这谁是个啥生的我的啊？哎呀，贼兄，你欲走不知啊？正如在下面白马飞呗。不义参军，也是在军旅之上配得轻松。他已经相当当当一表人才，各位们爱上我了。所以这家这把军事是予以谁下的呀？别得让你混着，我看那去谢家无意他去落他个，有一声我的。无意落他个，有的，无意个，有的，你非让他趴来趴等啊哈！一个一，谁说一什么那哈你？哎呀，贼兄，我只有打开军事，公开的事呀，不好理，抓起去摆对噻。那我不是只真的打开过口人话，我们的来这个我对噻，是啊，钱呀怪是别致的不得了，是，你让我甘愿在啊，那半毛费半谢家人真是，口口人话了，别致我对来这，该是啥好因子啊？哎呀，贼兄，这个丫鬟呀，不为好意呀，不为好意嘛，这啥？他是他为不是那当然了，谢家的他给我对来他，那么心里之中啊，那么大概你们要进大家伙，对不起啊，是我写上的，我不是寓意的，我也不知你吧？莫意，那么你哪说法呢？我是的，这一把金事，乃是天上善恶一事，地下非不是的，说是今走监狱的丫鬟们，非为不可。好，那么你也呢哈？我是的，说言为实，但你为，哎呦，你得了水的。一当面为不了谢家，是。那么各位谢家姓张姓李，那么啥时候你谁不晓得哪违法呢？这大不妨事的。老大听不起，期间已经打听上个这，但是你一好眼睛为他，不是的，我的三个大兄弟，公仔，到底一个来听在打我挨打来，怪在我去为他，那么多的啊，
总比来了碰我夫妇的。你手指干把我们马上去外滩。哎呀，弟兄，不是的呀。我是马里地的呀，是马里的。你吃啥人个饭？吃不到都吃豆芽个饭了。吃我个饭，听别人讲个闲话。我问规则了，已经开出去噻。是的，滚开点！阿姨什么？生三清的人啊，你非要口里，欢喜心开心说闲话。其实随便做点啥个事情，要随时而行，要多想一想。这个美人还做啊。那么来日可以上，你说你知道了白马飞背，写了经书这个一模行经，我才可记了还。等到我这个凭经书之语是痴是罪，你一直为些讲的，那么你既然一在这些讲嘛，我还要帮帮那个了，还当听的了。重病期间加6千元已经写这个字，但是这个重病了已经嘎这个字，莫是不公明了身上写，记住了让你一打红了。那么你现在口中的为写家要我去求亲，啊可以了不可以？啊配得上了配不上，要想一想。所以听我这个废话，身在却默默思量。
呀，确实是好。我久闻大名，在洛阳城里身上哪个不知谁人不下，吩咐杀人，主公十不的兵器，节节佳能，分在师傅文章，样样俱行，是为还是讲？但那派可以派，但是都杀个门的，洛卡杀个门的，门的哪下不相配？后里有惩罚要是娘舅当然在想勾定神，你一帮吩咐家人，那么你这个问题是太低在把持忠贞，门不大好不得，如果是我去做媒人了，本都也要挂上他的，我太也不懂事体什么，那么啥个求求的吧，一张亲什么大夫人公该，你非同个南京在。岳文兄，是，还是各位小姐们，你口中的这，是啊，这个我大伙好奇怪个这，呀，你来了最后去把马飞白，各位小姐的种类哪想，你即使科技嘛，还不过看得这个一眼，还不是个仔细，那么你哪会得痴心得了这个呢？哎呀，再说，小弟是我的金石上笔，与他的密码都用呀。哦，与这个密码都用我喊了啦。是，我不带这个仔细，别个我也求求那张，再来看得仔细，看得的好，你爱子里还没用上个。那么来回这个大高现在国家门大好的，门不大好不得，这个亲自派不成功的。那我跟你讲，后头洛阳城里人啊，明知贵水不知其手，别这个县家可以是错在对面，那些口子不能讲的吧？你给人公路里讲，我保证把你做媒人。挖空，说是我很满意，我这两天我说的求我的，一连门大好的，这不假是门大好的，各位县家我口不中，可是我爸爸里呢？那么那刚两句不能听
兄，最擦脸，错了，罗丽莎，立即听脸。我真是。上在做后山的，跟得了是俺呢，写这个，可是到底支持了么呢？搿点高兴马上的，比起在写这个，你实在是俺挺贵是俺做的，哎呀，是俺根法子啊，搿么再试试看。哎，这个姚文兄啊，你现在搿部手指了老大，在我手中，那个水子过去先，这个到了身边了，是。搿么没哈，拿出来让我看看看，到底还是哪一年你会得这样痴心呢？好，对的，晓得啊？快你说得出来，我家是呀子，怎能像离不开呀？男女鬼疏水不清的。哦，这个手指上向有写家个动用了，我就反而看干，是因为男女鬼疏水不清。嘿，我了啷个呀？那不是真的写家了？男女鬼疏水不清。我了啷个呀？这个还在这相互的打开空浪的夸子。这个我当然是还会的。为什么呀？记得个，真是记得那么我作为台长的是那个阿狗。是的，是的。那假使我每年还做个成功的，将来包袋浪向么，你也记得上一个大包万阿袋。是啊，是啊。再什么呢？现在让我去做媒人了呀，媒人来要么还要带去第一个阿袋，还要不帮我麻烦嘛，总要让我看看个咯阿袋。哦，记得个记得的。那么我来问一问先生啊，可能用起？哎，我也问问谢姐了。是。谢姐阿答应了不答应的啦？啊，你问问看，啊，姐姐呀，姐姐，这兄是我的好友，他是要替我们做为媒，要提上这么一计，你是用几分？那是吧？谢的，只要你肯请我们做为媒，用起呀，用起。我跟那个后人们烫了，害了，什么手指为的开亏是为啊，还不行了啊！用劲怎么弄出来？来是，姐姐开自己最好了。妹妹姐，让我去黑去剪纸巾来，来接近多少？是的，好些。我家姐姐是几位出来的？这个不应了。是啊。咱们来吧。这是谁？这是。哪是谁？这是。我家是要追出来，你也算是公平的。我女婿，1岁个1岁，我不记得上3岁了还。3个月2岁，公公正正之间。是。得嘞。这个今宵要我家姐姐呀，跟着姐姐老去，我花了钱了，对。我爱个，毕竟是个手指啊。打开来一看嘛，好，对眼落睛，搿部手指还个，搿部手指吃个，鲜切玲珑，姐姐当里浪像个宝贝。红花上头围于这个面貌都用，看待这个仙家的面貌都用嘛，确实郎才女貌，匹配。可是一定要承受一对海运，那么呢，他们单次结束。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了。下周同样时间第16期的赏析，请大家欣赏的是谭词名家华世亭专辑。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再见。观众朋友，再